而且姐今天有稍微垫一下吗？没有哎，看得到都是真的，没有。我没有垫呢，因为还在喂奶。看后面。啊，这边，没大到，没看到蛇皮。就终于补办婚宴，觉得心情怎么样？其实本来那时候就是怀孕生小孩，然后又就是我们先公证嘛，就是没有那么，就是好像没有很，今天会觉得好像好像真的发生这一切了。对，就是到了今天才有觉得是我终于好像是当人家的太太了，终于是一个人妻这样子。我们是大概小孩大概3、4个月的时候，我们才决定说要在今天办这个婚宴。然后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到后期约到快接近的时间是非常忙，然后我又同时还要顾 baby， 所以他又都在工作，就我要东跑西跑，就我得要带着一个小孩去吃婚纱啦、挑喜饼啊，然后来看饭店啊，跟他们开会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过程是稍微比较艰辛一点，但没有吵架啦，因为老公就是真的就像他讲的，我说什么他就好，那要干嘛干嘛好，配合度100%这样。而且姐今天有稍微垫一下吗？没有看得到都是真的，没有。我没有垫呢，因为还在喂奶。看后面越来越。你知道，因为太紧了，我现在其实很胀，然后我还跟他说，我说我不要穿 New Bra， 我就把它拿掉了，就是让它自由的活动这样。对，当然它会消失10分钟，因为要去挤奶。喂，这不要讲了。对，不用讲。爸爸牵你进场什么的。开玩笑，这个一定要的啦。我爸那么帅。有开始想他是爸爸的千金，对啊。有，我每次在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很想哭。对，我就每次都会偷偷想泛泪这样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等一下怎么办，好可怕哦。那我们不会搞得太矫情、太悲，就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喜欢开开心心，大家来是开心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自然的让它发生，对。但是就是妈妈可能没机会看你穿婚纱为难。你现在接这一点，他就会哭。还是关于对啊。对。但他在天上会看到。妈妈对我们很好，对，妈妈对我们很好，然后让小朋友也乖乖的，让我们一些工作啊，身体都很顺利，都很平安，所以很感谢妈妈。妈妈会在天上看，妈妈一定很开心。是不是？没事。